大家好，我係 Judy。聽書之前不如俾個 like 我先啦，唔該晒。今日繼續分享空腹奇蹟嘅內容。之前兩集講咗食得太飽有啲乜嘢壞處，斷食咧有啲乜嘢好處。原來斷食對好多疾病咧都有治療效果喎。作者介紹咗半日斷食、一日一餐、3日斷食、7日斷食、20日斷食、水斷食、蔬菜汁斷食同埋酵素斷食。我覺得7日斷食啦、20日斷食同埋水斷食咧係比較極端，一定要有專業人士指導下先至可以進行，所以我今日咧就唔分享呢方面嘅資訊啦。半日斷食，例如係168斷食，比較容易實行，因為只要唔食早餐就做得到，容易實行嘅話就可以長時間維持。一日一餐都有唔少人實行。作者認為最好用餐嘅時間呢，就係傍晚，食完最少要等2個鐘頭先至好去瞓覺。一日斷食法就係喺24小時之內呢唔食固體食物，而3日斷食法係3日之內唔食固體食物，期間只可以飲清水啦、黑咖啡、無糖茶或者係電解質飲品。呢一種斷食方法唔可以做得太頻密，而且進行期間可能會出現身體不適嘅狀況。完成斷食之後嘅復食咧都要好小心。蔬菜汁斷食就係只係飲用蔬菜啊或者水果打出嚟嘅汁，而酵素斷食就係喺期間只係補充身體所需要嘅酵素。頭先提過復食就係完成咗斷食程序之後咧再食翻嘢。當我哋實行斷食嘅時間越長咧，身體就需要更長時間去適應翻食嘢。復食做得唔好嘅話，反而對身體係有害喎。作者提出復食時間咧應該係斷食時間嘅2倍，即係話如果你實行咗3日斷食法嘅話咧，就需要用6日嘅時間進行翻復食。作者分享咗自己嘅經驗，佢喺29歲嗰陣實行過一次3日斷食，去到第3日佢肚餓到瞓唔着覺啦，但係咧由嗰日開始佢覺得個人咧越嚟越輕鬆，清走咗宿便，頭腦咧亦都更加清醒。完成咗3日斷食之後啦，因為消化系統瞓咗好耐覺啊嘛，我哋要少量咁樣食啲容易消化嘅嘢，慢慢叫醒翻自己嘅腸胃。例如作者當時就飲用糙米稀粥同埋食梅乾，每餐逐少增加份量，唔可以急。即係話一個3日嘅斷食療程，其實係需要實行9日，因為3日唔食嘢之後嗰6日咧，要每餐逐少咁樣增加自己嘅食量，直至完成整個9日時間，先至可以回復正常嘅食量。作者喺以下嘅章節咧，主要係鼓勵大家進行3日斷食，但係大家留意翻，3日唔食嘢有可能出現身體不適嘅狀況，我覺得未必人人可以實行，所以大家咧都要一路觀察自己嘅身體狀況，去決定應該斷食幾耐。當然啦，最好係實行斷食之前呢，有醫生或者營養師幫你評估身體狀況先。究竟有啲乜嘢實際案例係經過斷食之後病症得到改善呢？作者綜合咗幾個醫生啦，或者係專業人士嘅意見，或者係個案分享，得到一系列嘅例子，包括感冒啦、肚瀉、肚痛、疲倦過勞、頭痛、牙肉腫、便秘、痔瘡、香港腳、過敏疾病啦，例如係花粉症、異位性皮膚炎，例如係暗瘡啦，仲有氣喘、高血脂、高血壓、腦中風、心臟病、甲狀腺疾病、心律不正、動脈硬化、腎病、肝病、類風濕性關節炎、糖尿病、潰瘍性結腸炎、失智症，例如係阿茲海默症、肥胖啦、紅斑狼瘡、胃潰瘍、腰痛、膊頭酸痛、膝關節痛、手腳冰冷，仲有癌症。以過敏疾病為例啦，呢個同積聚咗宿便咧係好有關係，因為宿便喺腸裏邊咧會異常咁發酵，產生咗啲有害物質同埋菌類，令腸黏膜受損，引發炎症。當我哋吸收咗啲致敏原落肚咧，呢啲致敏原就會經過受咗傷嘅黏膜進入體內，即係我喺分享其實你胖得很冤枉嗰陣提過嘅腸漏症啦。當進行斷食，幫你清理咗身體裏面嘅垃圾同埋宿便呢，炎症就會消失，致敏原就冇咁容易進入體內啦。想排清宿便，唔一定要進行3日斷食，可能只係半日斷食呢已經幫到手。
又譬如係高血脂症啦，即係總膽固醇超標。好多人以為當開始食降膽固醇藥之後呢，就要食一世，因為身體從此呢就會依賴咗藥物去控制膽固醇。但其實有邊個人想孭住個藥煲做人啦？我自己嘅經驗係，調節飲食呢的確係有限度咁樣調整到身體入面嘅膽固醇量。不過曾經有膽固醇超標嘅人，即使係願意調節自己嘅飲食去降膽固醇，而有效降低到膽固醇呢，都應該要定期做身體檢查，了解自己身體狀況嘅變化。作者建議進行3日斷食，可以改善高膽固醇，甚至係高血壓症狀。而喺斷食期間啦，如果繼續用藥嘅話呢，身體可能會負荷唔到，所以嗰3日呢就要暫停食藥啦。作者曾經有高血壓症狀，經過3日斷食嘅療程之後呢，症狀喺唔食藥嘅情況之下都得到改善。講下我最關心啦，最想改善嘅腰酸背痛、膝關節痛呢一類痛症。作者呢引述咗甲田醫師所講，有好多案例都係透過半日斷食，大幅咁樣舒緩咗呢啲痛症。因為過量進食呢係會造成肌肉僵硬萎縮。斷食就可以幫助肌肉恢復彈性同埋柔軟度，舒緩痛楚。而且斷食係可以幫助排毒，令原本積聚咗喺肌肉裏面導致酸痛嘅多餘嘅毒素排出體外。仲有好多人都有嘅症狀啦，就係類風濕性關節炎，而且好似有年輕化嘅趨勢。德國嘅巴克博士喺第3屆國際類風濕性關節炎治療學會發表咗，斷食係會引起3種免疫反應，可以改善類風濕性關節炎嘅症狀。3種反應係包括咗提升免疫抗體啦，提升嗜中性白血球嘅殺菌活性，同埋增加自然殺手細胞。不過日本嘅菅野醫師就認為需要重複2次雙週斷食，即係每次斷食係要2個禮拜，咁樣先至會見效。斷食咁長時間嘅話大家最好都係得到專業人士，例如係醫生啦或者營養師嘅同意先至好進行。今日介紹咗就咁空肚都可以對好多唔同嘅病症有療效。咁作者提到嘅酵素斷食究竟又係啲乜嘢嚟呢？會唔會有更多神奇功效呢？酵素斷食又適合啲乜嘢人用呢？下一集就會詳細咁講解下，大家記得撳着個鐘仔啦，一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喇。我係 Judy，下集見。